亲朋友，大家晚安啊！在荧光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好不好？邀请我们将我们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一起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能够得着那丰盛的应许，是因为上帝他恩典的祝福。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恩典之路》。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是他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恩典之路》来回应神，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走在神的恩典道路，是能够一步一步的来领受那丰盛的祝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一起在这首诗歌里面，或许你们可能还不太熟悉这首诗歌，但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他的爱里面，让他的手，让他的话语来亲自引导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人生的道路，若不是神的引导，很多时候我们走的会非常的坎坷，甚至也感受不平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再一次对神说：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爱，你的手牵引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期待我们的生命走在正义的道路上。在我们正在成长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更多安静自己的心，
好叫我们能够不单单为自己而活，乃是能够为主而活。愿主的生命的话语再次透过今天的聚会，能够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重新得着生命的盼望跟应许。也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年轻朋友，让每一位年轻朋友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安静自己的心，让他们的生命得着真正的智慧，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的能力跟大能。我们相信他们的生命是有盼望，也要重新得着那新的应许，也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神你命定的计划。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牧师想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奉献。那如果年轻朋友你本身没有预备的，没关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一起来领受。基督徒用奉献是为了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从上帝那边所得着的祝福，我们用行动来回应神，让我们透过奉献，我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生命更多的祝福。好，我们今天请静瑜执事带我们祷告那个有麦克风吗？不用，没有，我用我们录。是，阿们，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培养乐观喜乐的心。那这个礼拜也刚好是这个耶稣我们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也就是宣告喜乐的盼望的信息。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都需要预备好，你的心有没有喜乐？有没有？不见得有，但是一定会有。那只不过因为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环境，有些时候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会不自主的就忘记了，原来喜乐对我们来讲，那个快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从前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大儿子在卖雨伞，然后她的二儿子在靠着卖布在卖布了。那晴天的时候呢，老太太她就担心这个老大的雨伞卖不出去，然后呢，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他就担心老二在卖布就容易怎么样生膏，就没办法晒干所以呢，他的妈妈这每天都过得非常不开心天气好也担心，下雨天也担心。那后来呢，有一个他邻居就劝他说：“老太太你为什么不在晴天的时候心里想说？”老二的布能够赶快干，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心里想着老大的雨伞能够赶快卖出去。好，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可是它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人的思维立足点只要不同那个精神状态，还有心情跟生命就不太一样。好，所以那个。牧师真的很鼓励我们来到教会的每一位年轻朋友你们很重要不要为了什么？不要为了过去的种种，或者是曾经发生过的某些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其实牧师一直非常鼓励我们大家每一个年轻朋友，真的要保持这种心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保持一颗安静的心，那甚至是什么？是开心的，是喜乐的。然后是预备好的，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有人进来，可是他就马上走了。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有差别的嘛，对不对？有预备的人就留下来了，没有预备的就怎么样？他就是暂时就先离开了。那这没有好坏，而是说，当一个人的思维立足点不同的时候，他的很多方面、心情状态，甚至他的行为举动也会跟着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
乐观的人跟喜乐的人，他看事情总是看到事情都像在吃甜甜圈一样，有没有？啊，可是悲观的人呢，忧伤的人呢，他所看的事情总是什么？哇，糟了，这看起来别人都看起来好像很好，可是我看出这很危险，有危险，事有蹊跷，那种感觉一样。所以呢，也就是说，乐观的人他在看事情啊，每次只要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把危险看作是他生命当中的机会。可是呢，悲观的人，他每次只要在机会当中啊，机会来了，他总会觉得这个太危险了，我绝对不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乐观的人跟悲观忧伤的人差别有没有很大？非常大。也就是说，当他的立足点只要一不一样的时候，他很容易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或悲观的人，而所做的事情的方法就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嘉伟，你应该体会蛮深的，对不对？你会看到什么样子的人，他如果是一个乐观的，他遇到事情，包含跟人的相处关系上就不一样。可是悲观的人，他就怎么样？他可能遇到瓶颈，遇到困难，你只要伤害到他他会怎样？拿刀子会砍你都有了。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培养一个什么？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一定是乐观比较好嘛。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代降节第3主日是一个宣告喜乐。我们期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知道，耶稣再来所带给我们的是喜乐、盼望的生命。有一位父亲，他曾经对一位兄弟做了一个叫做性格改造的一个动作。他有一个儿子是一个过分乐观，有一个儿子是过分悲观。所以呢，这个父亲有一天他就买了一些非常色泽鲜艳的玩具他就给了他的悲观的儿子。然后呢，又把这个乐观的儿子呢，把他送进了一间完全堆了很多马粪的这个车房里面。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这个父亲就看着这个悲观的孩子我说悲观的孩子，他是拿到什么东西？彩色很好玩的玩具嘛，对不对？可是他看到这个悲观的孩子在那边哭得泣不成声，说什么？他爸爸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玩玩具啊？”这个孩子他说：“因为我如果玩了，它会坏掉啊。”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他父亲就叹了一口气，然后走到了车库然后就发现那个乐观的孩子呢，他高兴的在那边在马粪里面很高兴的在那边找东西啊。然后他突然间看到爸爸，就非常得意的说：“爸爸，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一堆马粪里面一定藏着一匹小马很简单的故事，可是你有发现，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即便环境，即便他身旁的人期待让他的生命有不一样的改造，可是他依然能够怎么样？欣然的面对。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学习乐观的态度。年轻人，你们现在是国中时期，如果已经开始在工作了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人生命当中的那种历练一定会觉得不是很开心的。你会说哇，为什么我不能够像我的同学那样，能够开开心心的只有上学，甚至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活出快乐的生命，你会发现这个快乐实际上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你不知道人生命当中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人可以活着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所以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什么？其实快乐很简单，它通常在一个比较不被人注意的那一瞬间。像今天牧师就很快乐，为什么？我今天从早上我就带着我的孩子然后就一起出去，然后带着他们去玩玩具，去逛了一下 Costco， 没做什么事。原本想说要不要买东西，突然间讲说这个玩具怎么样？小朋友说：“爸爸，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然后我心里想说，我并没有要买。可是我就忽然间看到的是什么？那一瞬间，人实际上只要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不注意的当中，你就会发现它就会得到快乐。所以当我一整天走下来，我就发现哇，原来以前我都忽略了我好好陪孩子的那种那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晓得在你生活当中有错失了哪些值得你开心的事情，即便是一起工作、一起服侍、一起相处的过程，甚至呢，快乐是需要我们去怎么样？我们一起说红色字，我们去什么？去发现。你要去发现，快乐感就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发觉。所以像我本身我就很喜欢看到静瑜姐哈。我看到你的笑容，我就很开心，真的，不管是不是你过得好不好，只是看到笑容就很开心。每次我只要看到学生一样啊，看到嘉伟笑笑的，我就开心了。看到他很难过，我就觉得哇，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其实人只要时常保持愉悦的心，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自己是可以突破很多的事情。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属于个人的感觉跟心态。快乐是什么？只要你用心的活着，用心的去感受，很多时候可以令你感到开心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值得开心的时候。你们今天来到教会，要不要开心？要。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于一般你能够习惯的。像今天来的真恩，可能平时你聚会可能不是这样，对不对？你可能怎么跟我平常在聚会的方式不太一样？可是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把它分别出来，你换个心情去想，这个时候我可以更多的安静自己，去听听上帝的话要对我说什么，那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所以以前我也曾经有这种念头，觉得说哇，我去到一间教会，我觉得这间教会一定要非常的嗨，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觉得一定要很多的乐器，很多的声音，很多的那种声音，然后让我感觉到开心。我需要透过外面的东西来让我感觉到开心，可是实际上，只要我们人用心的去感受它，其实就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即便没有那些声音，我还是开心。所以呢，你所感受到的美好，终究是回馈到你自己身上。阿们。很多时候，如果你感觉你生命就是非常的凄惨、难过、受伤，那么你的生命就是难过、受伤，而且是每一天生不如死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所感受的美好，终究会回馈到你自己。哪怕被人说傻，也要当个厌世时代下的什么乐观者。”什么是厌世？厌世这个维基百科说叫做一种对人类本性仇恨、不信任、不屑的感情。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厌世的人，他什么事情都会嫌他对人心人的心怎么样？他很厌世，看到人、看到时代、看到人每次都那嫌个没几对啊。这种人叫厌世感非常重。可是他说，也要当个厌世时代下的乐观者。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可能觉得失望、很难过。厌世，感觉你自己好像是一个厌世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厌世的什么乐观的人。所以呢，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记得，即使你遇到困难，你也不要放弃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水能载舟，也能怎样？也能覆舟嘛，对不对？”每一种效应都有它的反向趋势。正因为我们在这个负面的氛围当中，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希望的宝贵。所以你要感受到什么叫做希望，什么是盼望。以前我期待你要先能够学习怎么面对你人生的困难。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我们看右手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
让你们的喜乐满溢。好，这里耶稣他特别讲到，因为这段话呢是在讲耶稣他是真正的葡萄树，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到底什么是我的命令？我的命令，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哈，那个 PPT。好 PPT。好，我先说一下好了。等一下。好，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3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以连接着我而不结果实的枝子，他就剪掉；能结果实的枝子，他就修剪，使它结更多的果实。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这一段的重点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耶稣教导我们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我们是必须要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为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树枝。你们知道这个树枝，如果它有连结在这个葡萄树上的时候，它有没有养分？它会有养分，而且呢，它会得着应当得着的应该有的智慧。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命令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真正的葡萄树，而我们连结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有困难，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结果实，他就帮我们修剪。他觉得不好的，他就帮你修剪。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有不好的缺点没关系。因为什么？第3节说，我对你们所讲的信息已经使你们洁净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理解，我们是真正的时常来到耶稣的面前，连结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圣经的话语里面，你就会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而且你会开始慢慢调整你的脚步，而让你的生命能够学习一直跟耶稣基督连结在一块。那么你就会学习到耶稣在第10节所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不一样了。你们会常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所以你有没有体会过，有些基督徒他说他一直感受不到上帝的爱，有没有？其实这种基督徒大部分就是因为他时常不被修剪因为他认为说，我为什么要改？我为什么要怎么样？我为什么要哪样？他不想被修剪。也就是说，不想被修剪的人，他就是不认为他自己是枝子，他只认为他是另外一棵葡萄树，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成长，他认为他自己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耶稣他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在第11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让你们的喜乐怎么样？满溢。”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你会说：“哇，基督教在讲的喜乐、乐观，这个我也会啊，我本来就很乐观啊，我本来就很喜乐啊，我只要去哪里我就很开心，我只要做什么事情就很开心。”我告诉你，基督徒在谈的喜乐、乐观的态度不一样。基督徒在谈的喜乐跟乐观，在于他怎么面对他的困境，而且有智慧的、有喜乐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态度是不同的，这种智慧也是不同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了解、领受这个道理，你的生命就会找到喜乐的来源。如果你了解、领受了这个道理，你的生命就找到喜乐的来源。所以，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态度是否一样能够彼此相爱、和睦、良善、合一，彼此喜乐有爱的关系，而在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学习成长，连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不断的怎样成长嘛？所以，一个没有成长的生命，你觉得它是一个？时常都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探讨，就是说有没有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无聊。
为什么？因为你得不得救，那是上帝在决定，又不是我们在讲的。你要谈的是说，我们活在这世上，你怎么为主而活啊？怎么祝福人啊？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其实取决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所以，有一个概念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成熟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让自己的生命是什么？不成长的。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不成熟，但是你不要让你的生命是不成长的。所以嘉伟，要不要常常来到教会？不管你是跟真恩去信义会、教会聚会，你都要每个礼拜你都要去到教会，学习跟随主，学习从上帝的话语得着生命的智慧。这比起你在外面做更多的工作还要来得重要。假如你不缺钱的话，即使你缺钱，我觉得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了。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到这种功夫哈。所以有些基督徒会说，自从我受洗得救之后呢，生命也没什么改变啊。其实我牧师真的期待我们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概念：生命没有很大的改变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得救之后呢，我们并没有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这个概念能够理解吧？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话语有生命，有活泉了，生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要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生命的变化。我觉得这种概念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特别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要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在我们要活出一个跟上帝同行，而且要一起同住的关系。同行就好像在做工，同住在一起。那个嘉伟，我们这个年轻朋友谁没来牧师就很担心呢，担心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念书啊，有没有好好的平安啊？就好像你们就像牧师的孩子一样，我就会很 care， 那是一种同住的关系。所以上帝也是期待我们属于他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都会被呼召认识上帝，可是当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有那种同住在一起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2段圣经节一段圣经节在弥迦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神同行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觉得说哇，上帝都要指示上帝啊，你告诉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为善，对不对？甚至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主啊，你要的是什么？我的人生一生当中，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其实很简单，行公义。你会不会遇到坏人，遇到有人被欺负了，你会不会行公义的事情？你会不会有怜悯的心？有穷人，有不足的人，有欠缺软弱的人，你是否愿意给予？谦卑的心，愿意去领受。什么是纯谦卑的心？就好像牧师现在教导，有人教导我说：“我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我愿不愿意用一颗谦卑的心去学习？”与你的上帝同行。另外一段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章第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在记得疫情期间那个嘉伟是不是也有跟中选中南都一起来牧师馆住，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那个时光很美好，好不好？很开心，然后聊在一块，很多事情都可以聊，聊你的家人，聊我们的未来，聊很多关系，聊很多生命的问题。其实那种同住的关系，上帝也是期待我们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你都牧师，那你的意思是我常常来教会住不是，而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时常跟上帝连结，要有关系。所以一个同行同住的关系是生活当中与主合一啊。同行同住的关系是你在生活当中你会与主有合一的关系。上帝希望你怎么做，他会怎么想，
他期待你怎么去看待事情，不是用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学习交托神，说上帝啊，你会期待我怎么做？那我来学习看看。甚至呢，一个基督徒要有怎样生命呢？其实你真的要去生活，活出上帝所要你活的生命。如果你不活出上帝要你活的生命，我告诉你，你也不会得到这种生命啊。好，不是说你看了圣经的话你就会了，我告诉你不会，因为在生活当中你没有这样去活出来，你只是那个叫地形，好，但是你没有把它活出来，没有把它生活活出来，那么那个生命不会在你身上，好，那个爱的生命啊，哈，那个谦卑的生命、顺服的生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啊。所以呢，外在的生活也就反映出了你的什么？内在的生命。我再说一次，外在的生活其实往往都是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所以，当一个很渴望追求神的人，他的内在生命多么渴望神的人，他的外在生活也会怎样？也会有所行动啊，读经、祷告，甚至顺服上帝的心意，常常来到教会面前敬拜服侍神，把人带进上帝的面前，那种热情跟渴望。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圣经里面一段圣经励志的话，在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领受这个目标，对不对？但是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不见得每一个人要，对不对？好，所以哈，牧师鼓励大家，我们都要像圣经里面哈，这个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啊，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做基督耶稣里？也就是得救的生命。一个得救的生命，它必须要有什么？有目标。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及得救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我们都必须要得到一个未来的奖赏。这个奖赏就要靠你自己。所以今天牧师用一个主题：一个乐观喜乐的生命的人，他真的可以得到生命好的奖赏，因为他生命充满盼望，因为他的生命能够用乐观的态度去迎接挑战。所以期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的形象、爱的行动、爱上帝所赐的生命，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好，然后见证上帝的恩典。据说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心理教师哈，他有一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拿出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咖啡杯啊，然后他就当着学生的面前哦，赞美这个，哇，你们看这个咖啡杯漂不漂亮？很漂亮。然后学生哦也看得非常喜欢，然后有没有人要啊？然后有些人就举手哈，然后这个老师哈就不经意的故意哈把这个咖啡杯就这样丢在地上，就破了。然后呢，这些学生哦，他们就这样，唉，可惜呀。这个老师他就指着这个咖啡杯的破碎的这些碎片，就说：“你们一定觉得这个咖啡杯啊，你们为了对这个咖啡杯一定感到惋惜。可是呢，这种惋惜呢，也没有办法让咖啡怎么样恢复原状。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在你们往后你们的人生啊，发生任何无可挽回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们要记得。”这个咖啡杯，这一堂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素质教育课。这些学生他们通过这个破碎的咖啡杯，他们懂得人在无法改变失败或者是不幸的厄运的时候，你要学习去接受，而且去适应它，而且你要忘记它。当我们的人生有遇到任何的困难，
不管是感情的挫折，或者是生命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去突破。我们可能就要像这个故事一样哦，这个老师所讲的，要接受它，要去怎样去适应它，然后甚至到最后有勇气的忘记它。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功课了哦。人生命当中，我相信你接下来会有很多上帝给你的不同的挑战，但是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心，那个难过、那个难处，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去适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甚至帮助我们一起来忘记这些事情，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赏赐生命的主，我们晓得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你所带给我们所要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有希望，让我们的生命在软弱的时候学习向主你祈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那真正的救赎跟生命的盼望。恳求你再次听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学习交托，也让我们在内心里面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不仅有智慧、乐观、积极的态度，学习去调整眼前的困境，也让我们在遇到难题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学习懂得安静自己的心，用祷告、用安静顺服的态度来寻求上帝你的心意。我们相信，即便在生活当中，生命有任何的难处，我们也要经历靠主得刚强，得到排解，得到生命的出路。主啊，我们在迎接主耶稣诞生的节期当中，我们也要向主你祈求智慧的心，在安静等候当中，体会主耶稣诞生再来的时候所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救恩跟喜乐。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愿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能够做传福音、祷告，能够为主你所用的教会。也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当中，在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真恩，也求主你赐福他们前面学习，不管在工作、课业上，都能够有主你为他们开启的道路，走在神你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神，求主你继续看顾与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同一时间6点半，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恩典，平安。好，今天我们来分享2个问题哈，那个帮我跳到 PPT。对你而言哈，乐观喜乐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行为反应？